当奴第一来自当人当不好，为之父亲龙林镇我相府那个屋队吹响打里三小女人，所以当不好不惜身家，在相府里向马身对看做几个人，改名叫在当不好么的老相府里向，嘿，我对口子一个人，说你们何妨于做知识。知识为之行当不好，行得真刚，行得扬州，行得高雄么，行得杭州，罗里学的当不好，不了杭州做知识，上面不见土地一大一个空。那么不了给那个知人，礼部公子一帮高牛，最分兵，最你想要累日了杭州，是来做那既来之走之，等到过成年。我追问兵白子呢做知识，一然到外头去寻方当人，所以那个做知识把那追问兵累日那里杭州。今年杭州人里素美是一位，啥家说素美是一位呢？就是说天气温和，人口太平，地高山里兴隆，地理上欧国丰人，因此呢，各地高各人高广告在罗子洞里出来，让整个13期。在十部办事个地界家里向大繁华等在那么个你找到，所以经济压力真的不有小交税，等到谁要花高浪向看灯的人神山神海，给两人神门通宵不归。那让给他鼓励的礼部府失望里向有2位高牛要那让单脚被吃罪，一个就是该当之人礼部公子一帮高牛最分兵最你想要4人之当中点第一，唯一个你想要也很忙于那就是做知识。那么知识那样是一个人样呢？我们今朝第一位是说到做知识简单教育。知识上一个中等身材，长方面孔和长长的皮肤，2条黑手上用个眉毛，一双眼睛么空了，大眼眯起，牙膏短肌，1挺8度，3叉半眼光，3叉里向外看得清爽，3叉外头是迷迷哦。别针看房，2耳切入，天庭八目，地国丰隆，海下礼兵。2五子做知识的2五子礼兵2五子，这里的平常你讲多定的人光来起2五子来了2边了，个遇上越紧的越基本上办法呢，因为的礼兵2五子呢，都有从上头一步早起早在下头的时间真好，那么你实施了这个被应用的个来身上手通的手炮去做实在的角色们，在海北洋高高头上讲不大跑一几个，那么那边看看跑一脚在不绕和跑高，这跑得确实不少了，跑得不确要跑出南京当来个，为放东窗，谁知到地上？做知谁必日你那副听有罪。将吩咐中，每人当自己。
光阴逝去10月日送，眼睛一眨，得知那父老乡已经半个月，一个年来过了。在让这个半个月里向，我做主噻，你都不必不让听见不府里向，可是屋里我在同儿，来让讲，说来你想要的很外面呀，有个草儿，人家谁叫呢？叫美人，哎，哈哈哈！美人啊，美人哟！来阿婆阿四川，奴之后到上府哟，这草儿也叫做大方，也叫做气泡。要是呀，来听呀，男人高子叫美人。就是美人，我要呦，哎，那个，心头之想，这美人二字一个有功的呀。有个有功，啥个有功？只有小女在与你的时分，有一个弟弟。来了，话说。我带来朋友搞得精致，只晓得你有阿公，你少地方来说阿娇女。哎，徐君呢？他已经放纵的了。此事讲个新人帮我听听啊！哦，阿娇是他，阿娇是他们的兄弟，那叫美人女。哎呦，想出来个毛病是呱呱叫相思病啊！是啊，咁个年纪大人啊，太回不去啊！阿天郎中先生来看你。
了一声恭听娘。跟咱娘啊，在接着掉了还哇！根本你做娘口气怎么相信噻？李大夫啊，我不是让门内说个毛病的不毛病，我不是让门内个美人哪来个你？我说呀，你这个啥事体嘛还是问？几户人才晓得的哦，还是几户人还晓得？这啥事几乎花了在熬里面等我去飞日啊！叫来最美人，你到阿三想出个办法是头脱，懒太太千几个奴非要一个奴不离见面，那么毛病为何？我乃小说文凭就上改版，格来叫心平为将心要意，你到阿三这个办法还改这个来叫美人，别个个最话呢。而且你这个是，我们这个听，那么然就是男人被女人要，总归不这样给。可是我不认人啊，两个那种这样子呀，不这样给。你是这样子啊？不这样给。你看这些啊？我讲我听配料之旅神不出头。你不娘看不出，你不娘看不出没有道理给年纪都在生毛病，生得了糊里糊涂，那么昏黄，不这样给。这个下死能等你看不出我啊？我的人啊，你要送为做东高。呀，这有人拍那个毛皮哟，那东高摆这个女呢。你过来看我阿娘不这样，那么只有人吃那个饭呀，也太寒那东高呢这样给，实在嘛不这样给。你不信啊？不相信。这个就是这一想，今朝你说自己说空了黑，他那王东的来说，你来同时，你大东口好。我王东的。是啊。没还吃不是，说出来不是我皇帝说。不良文人。不良。哎呦，阿母子想，我不知道地不里才没得去个的喂，我讲人刚才听过，那呢？哎呀，我们带行追来嘛，那真个里没事体了，人蒙人家看得起，因为我做主这个事了，当我做事的当里还当的。那么人刚才就讲我干我们，我这么小负担，我这么小负收面，我这么小一个服饰。那么我说什么经常的我夸，人让半个月里下啦，我总弄到500两的嘞。那么现在追问比王中的王500两嘛，事情真好。这个这个想多定500两，一意为定。你去呀？那么你去吧。你那副妹妹叫。公娘。你现在去陪女，你现在去嘛是一个男，天天打进失望回进来啊！你一定要背着女的进来的。都是客官。叫人讲你回进来发背啊！公娘。还要发给发给什么？还是500两。5两。你那副妹妹叫。公娘。但你也要一个时机，别你去背女，那你背1要天，我给他等1要天啊！
现在嘛刚刚上灯，那8个女嘛，爱知啊，气干之地来背出来的。家庭是气干之地发出来，充度世人啊。是呀。哎呀，发个。说你呀，发个，放的什么呀？还是5百两。哎呦，那相同的相婚做就是5百两啊！明白了。那你去吧。下地去了。哎，去吧。哎，弟妹，你什么了？那不说这，不说啊。我也了呀。去了。哎。故乡奴婢去不够结高上去，5百两文钱房头。我是想这个5百两银子，这个单子太太的一样，跟你想的男人背女人呀，你样样背得样，你非讲不一样的少教，所以没办法。为什么女子叫3寸金莲？你追问兵的上叫别是3寸，王里也不止3寸，市里向超过了海，而是呢，这个5百两文钱房头。多定500两，不能吃的。我这领着听了，自个晓得我双眼睛吃亏。别多吃只猪呀，猪能饿死啊，吃到屋里有毒。别吃的。阿大，猪们别个吃什么叫猪的？哎呀，做都要发吩咐，还是要替猪。不也，那么剩饭也没吃，吃只水杯呀，吃饭过盖嘴巴头，不，来当我水日开去泡无所来，做少了那边去鼓励有什么？那么第二人最菜水日泡还有无所，所以听用说，你要饭吃来，个人都问起来那么你就吃要饭，不叫你。别心来有什么只是碰了一把手500两，不晓得白龙里向几个人来去出类不息，我这听见脚步声音嘛，你当是追问兵来的。也是这个活龙，哎呀，你老哥说你已经来着，当然累累哟。也是你看人实在泡粉第一次说是女的衣裳，把我看出来是吧？一个冬儿，要分别来咋我当然是不这样给，那看出来的，也是个冬儿啊！哎呦，我想这样讲说，来去白龙里向人家怪多，不是追问兵嘛，我完了当里追问兵，真正追问兵来的，我也出这个，太回不去，对不对？白龙里向天上的不许人来，哪不许人来嘛？我这里起身来，打到死亡门口的一来。以前一个第二人跑过来做姿势上上头的，哎呦，嘿，我有什么呀？你小子讲，不要你在当，给他白龙里向，喝他妈的，没啥面孔呢，自家写这个，喝他妈的，这虚扯一万，怎么的了？打一刀，如果你想要朝哪来过啊？分啊，你给他反正你才知道的。神光一走。或者呢？给到死亡门口不许走。不许走呀？不许走那怎么？啥子不许走了？叫你的。怎么叫是这么难呢？这呀。可以的，来报500两银子的浪去。500两啊？这个是啥个东西？给来讲马路的。叔叔呀，你那这么讲的这？怎么的呢？第五年吹出去，那是第五年，哎呀，放着了。来说我在那想，兵士嘛，东北龙点水，做啥？做怎么样了啦？老老做讲的，做讲的做啥？相同的相婚可是说最过去了，要留下马路的，做讲的了。就是啊。那么去鱼市去哪里放了？去西北龙啊。各位来，大家去西北龙啊！去西北龙啊！
这个也那么辅导片刻，白龙你想把你叫你落地人叫光出来，哎，多定啊！为在里向碰了一把手，现在我的也没别有人来，有人来咱们这保头追文兵500两台单子台台里，做主赛的老邓，文兵可在哪里了？不晓得我们现在做主赛的别问。而且这个文兵怕天长，当在什么熬不着，所以要你蒙啊分做到开。现在是多灵，nhà里边的老邓，追文兵女婿要你，嘿，啊嘿，哈哈哈哈哈！哎，大里多年的做主赛啊，吃子眼烂嘴啊，今朝个500两银子了，这个台单是我台台里，不是海外。我这个女辈的的确是这样的呀，今朝爷爷辈女，心里的开心。逢上做什么牛些叫这对我追呀！他是对呀呀！
这样说，我上次做出赛当不的，为啥？我这个女的是背得响，虽然背得响，我不能给他的生命吧，更不能给他的王中的。要拿他们做主赛上我当，我不想在上头里背一个女，在希望里做主赛随便那想不得，是我最文凭背了那个。现在我到底刚开始背女，刚明白是王中的，而且刚开始神光，我输得个个哩哩。不忘子，大理说不收，女不背不，哎呦不来关，我是第一兄不过不背了还要发给，那么讲，我是讲几后内效，真的非背不可。我哪背法呢？现在听到第二日往的屋里的声音，不是一个两个，听上去啦，还要有20-30个了。本兵一周女的，了去了。我现在来报米文人，那还是报米文人嘛？20-30个屋里了，我血里都在新希望去看灯。那么我晓得个，这屋里就在希望里看灯啦。这个做事在我这个的年纪啦，你呼吸大把说小我挺开心。那么你到跑屋里去大把挺开心，来得真好，就上不准我才出。那么个被屋里给搞这个做主赛，无理由不到七分不收。一方面我追问比背子女别，所以既然就我是随便那样想子的。对，让我请屋里帮忙，想得几间嘛把门。丫头开门来，丫头开门来。哎呀爹，哎妹子啊，这还是玩啊？你想要来这玩？哎呀，大概来做动作。那弄法呢？不那个新年里我先来，大概遇上事情。哦，这不刚去了啊？怎么去了呢？我的呢，眼睛我洞里带一带喊，打过来门出来一开，哟，你说呀，这是谁呀？是我的弟子你生呀，弟生呀！哦哟，我的结鬼，丫头们罢了。娘你生呀！你们谁在里边做什么？哎呀，你不那好没上自己走呀？来杀他一不上牛。我有你说呀，没俺来偷他了。没人不吃你呀，一步都要上我去了，再是上牛，看着你来送上牛呐！做事情天天送上牛么考问，送老头牛么我实在。这个我的外跑毛皮么太人呼吸，东高没无心。不也得旁边个屋里啊，都心来吃醋的。喂，阿爹啊，是的啦，我对个问题是问，那哈，你打你先要老师，你先要夫妻人一步的上这个上牛嘛，开着你来，要送一个上牛。那么阿爹啊，我对个问题是，阿爹想你这个是女，家庭个一步的上这个上牛嘛，不记得种个女上牛了给我。哦，这么真乖。就是我不去喊一喊，开着你来搞个上牛。搞个上牛。哎呀，我再讲问题的，我不是个，你们是个女，家庭讲一步的上这个上牛，你个男个嘛天18岁，但不是上牛，干嘛？那哈？哎呦，那个叫弄清楚啊，弄不讲过。大家。就是在开着你来养个上牛啊。养个上牛。哎呀，我问你。希望你像个山虎来套步，今年78岁，你们是个女，男人们高个岁，养不得养不出的，家庭讲一步的说这个上牛们，那哈，我说你实在也别当我玩那还讲，我还有办法管，我也是备胎备个上牛，也弄到50里去。你说别当我啦？哦哟，最近别可不能才后面我的泡沫片打起来的，丫头们学着正常。你们这股在失望之中不开熬水灯，哎，你说嘛？什么阿爹啊？你东里别东西，是呀。什么追吧，哎呀，让我一大气。哎呀，孩子啊，这个我为我懂了。那我来跟他个年纪的，也吃的，也搞他个慢慢的呀。你说是啦？你来就来接人喽。我是叫你来关心你哇。
行，侬别去，你记得我你们家苦一年了，12年噻。哎呦，那是公开我妈该上着我儿子啦，这个你年纪轻的你们可以为了中间的干。哎，这都让不中出来管。侬一大起。对呀，是来去年。干嘛？对吧？发现这个白龙啊来打，别个2个人呀，一来一去一个在地位，现在20-30个我就正是空余嘛，个山后来他们嘎啷当中，那么2王头石头。还不做人家，嘎达的气啊推不走。哎呀！你这西律不也用我来，雨律不也推上来，那么侬也干啥子？啊是，那来不听闲话，那么现在嘎啷当中，你记得我人才会不去改。啊，叫来知道啊？来2王头送一送啊！哎，很棒啊！来。这个我的中手起来的我山后来差不多当中再吐出来，吐的再有什么一个？哎呀，虽然可年纪的我人啊没用的，但到这年纪轻的人啊干不过，哎。那么侬多多零零，这的爱的中国一口，哎，侬多多零零少了一个，多多零零少了一个，山后来差不多让少了一个。这边我的什么新失望而来做主宰，听见我的哗啦啦啦啦啦，昨天女家人飞着，哎呦，不对，你来过那用计呀，不至于什么的。哎呦，周文斌啊，来门口听个话，那白子女一高头进来，上坡我做主宰看出吧。你现在侬把我车里做白龙台，那么来问那个李家问世梦啊，丁下去哦，狮王门不能够进，打进狮王门人头一都要漏个一漏了也弄不清爽，可是门要拉里，主宰摆在门口里面2手就拆开来。哎，不许进来！少人进来啊！我一个一个要记住来，不是来，就要记住来。这边我的这一个我的雷霆不追的。阿弟啊，哎，你怎么不去的呀？我不去的。这路上直接去呢？阿弟啊，我忘记的。希望你想事情你想要是我为个书记高牛做主席做农药了还。做农药还了喂？阿弟啊，你现在你说讲做农药办法也做人干。哎呀，做人们家做女动力的人的，你是屋里呀，女生做出来的你看。阿弟啊，你现在你说做农药不管个4人谁也做干。哎呦，那是不是人在比人做不是哇？最喜欢呀。我不记得。跟那里的？哎，2个去了第一个。看，根本把你点一点了。哎，那是第一个。这个屋里新家里去啊，这估计都知道了啊，也跟他都长黑了。你家和龙家里面的生意还这啥？哎呀呀，这个你来过。哎呀，你来过啊！我到你是不两个，不两个。哎呀，你一早早打进来个，一看就看走吧。也是呀，你看看，整个炮分地狱都说是女民的让我看，哟。来，500两。都别个我的说法。啊，对啊，把你这也做给高的也有得500两。我说你也不知道，搞不清上来，这种呀，弄上来500两下，弄是我的呀，你这10年。对啊。我的喂。可你接吃老虎，接杀10年。是我的，那么还是我的，不是我的，那边听来。2个做都要来相你。也还这个嘞，有这么4年了也是相你。老相了你。哎。你。不能呀，你我地上家。那个往高上。那个很香啊。这个相你为高上了，上个高上嘛对着，做主3米线呀。那现在眼睛的高有的毛病，上头这个有个树钉，下头这个冰的对着。我这我对着摸出来，查名字了，是滚开，
一口是我的，哪晓得是我的嘛？这个我的3层经理先教，随文兵总教。我不记得你来过，我也只要半女的挪到这，咋再退一步，这无此理。进去。你我的跟进来的调里这个声音，又接音上。哎呀呀，朱东阳！哎，你不对这，要也记住我的喂！哎呀，朱东阳，我还是我的呀！不对个，那是你来过。哎呀呀，我是我的呀！不对，你们在看哪？在看哪？你在看哪？娘不来看。一口是我的，进去。哪晓得你是我的，上都不得。追文兵虽然的是，这个我的二胖子的，还有我的上里服装都装完里，一个名字叫谢不离，这俺俩不对个。家子都要。王一个是一个与一个嘛，按口计划嘛，实在是看着20-30个，做主赛好像看着50-60个。那相处这样的，哎呀，主赛每个我的看着非常仔细啊。送队看得着，晚看时看，要看得你放心的，那么放你进去。有2个我的是大这里向的，主赛觉着，哎呦，不对，可让我有点毛病，抓出来重新再来，重新再要复一遍，一个我的要看个2-3遍。所以好像看着50-60个，看着那么看这个做主赛，头疼脑胀，眼花缭乱。哎呦，我只讲这样去不对的，要5个方法。我讲你个头啊！朱东阳！哎呦，你到府里向我错对的都不来玩。我不是的呀。我们呢？那有的为计划。是我会的呀。我来看看。哎呦，朱东阳，这东西离我为里内2个。2个。那么实测那么3个背语为1个。对的。1个。哎呦，追文兵啊，你碰了什么1个？我们做主赛今朝看到有个的耐心啊，头1个看得来什么1个来不里。小金刚我头上看着几个，好像是我的，我的，那么放很多进去，来追文兵闻到就好闻进来。今朝我头1个看得来什么1个？哎呀，什么1个也是追文兵，不是追文兵，吃不上。那么呢，我们不晓得，我的心中有数，让我观望他看起，慢慢的偷看一看。我讲你个头啊！不怎么样。来有的为1个。只有为1个呀？1个。你什么？来1个，老张，意思当中还是到你想要画领子过来，老张。我的么龙头子啊，为1个。可是你那么太不来，为啥你没来的北洋来？对过，北洋来，你来过，一眼不错。叫你翻来北洋来，实在是进去。对。你来过来呀，不别打进来，打进来马上交出帮里，那里他500两交出帮。哎呦，不来，别我们在交出帮里，追问别想，哎呦，我把他做出来看见的，马上别走上来就打，个打特子了，我一点弄不着。哥们呐，我不你打罪。等到你来过打进来了，不耍客气，我上去给了你，不你打罪给了你，我自己被上去给了你，张不你打罪。这么实在上面一个少年你希望你想天日不散，山河来唱，还不了老上面一个呀？这么还不啊？来进来嘛，开金口呢。你在监狱上，哎呀，做肉呀！那么做主赛眼睛不灵啊，耳朵不灵啊，你听见声音不对不的呀，不会上来跟着呀，不晓得个汉部不都是当指向啊不像，半个身体冲进来嘛，做主赛你心呀，3叉半眼光啊！看见跑进来是个女人们不少客气，哎呀，你老婆，哎呀，这路要弄来
说你啊，还不啊？哎呀，这都让你个来弄来找不，弄也搞不来就搞知不？对不着，还不啊？我们还真师傅有来生在喂。你们这个腔的，这被我的写的那个无筒子呀，那是真拿不口的，再回过来着。哎呀，这老娘，2个块吃豆腐没吃块嫩的的呢，还不买块烂豆腐，真正是块豆腐哥的呀。哦哟，对不着。你看我的也拿过来，哎呀，这老娘，你还是看我这个山东来看，你也这个朋友长的呀，弄出来这个美人呐。别让你混啊！我的也拿过来，哎呀，这老娘，你个马子样子的哈啊，这里拿过来呀是2姐哈，哦哟，这种头面我的东西都叫来把无子的啊！台湾不去西呀先行，这两个西呀跟眼睛当心。哎呦，我的啊，来，都去看灯。那么个被我的过来看灯，希望里向有在外山灯，得请不必名人灯到水所到。这在外山灯上个那西衣嘛，搿辰光个灯那才是西个，所以这个在外山灯，大概中午4一老了。为了当州里向个西文呐，才为了动的。你比方这样是扶松打蓝虎，咱们想要高山洞里啪一道蓝虎贴出来，个扶松奔上去，抓一把金币，别一球无人为意。明日辰光了，已经名贵的不得了，包得金针是还唔上西的，个被屋里搬过来。阿彪，妹子啊，怎么到你看灯啊？怎么看啊？分兵北击呀，我这份兵看这个被屋里最问你想要心里想老想，嘿，个被屋里去啊，不知干这个做主赛哪一年了，那么我们要去拜女噻，那么拜女们到上然后去拜年来生意，上次阿三嘛，现在成就阿三了。所以忙从单夫人流浪下来，最得不美了嘛，对一看单夫人的孙不被清理我的，清理我的死亡里向因此4位过来米山要讲美哈，当时请阿三帮忙的，谁归在屋里帮忙，谁到清理我的事，我不到做主在王宫的，来当就要拜女子，是公是拜得像赢下来500人子，新人3与日。这送上之后被幸福，我的一口答应没好啊，一直来用500两金章，二直来知名难为。那么你想要你跟下我的来，
周文斌跟着听力我的，在听力我的房间里，房门随随倒一倒上门，说你想要那背女了，你要背啥等样的女？还是背上日呢？还是背下日？我就周文斌想为上日了下日，啥叫上日？啥叫下日？那上日嘛，爹叫太太、闹闹、娘娘；下日嘛，就是一般性妇女，分别是我不管。不过说男女啥个衣裳，我不是被啥个女，根本没看在我的房间里，有身服上服乡下的姑娘的打扮那里，那是被个乡下娘娘，分别上没看我乡下娘娘身体闹闹，值得神哈。追问兵白女的叫不内哦，你上周背过呀，那么现在我的同事，但你想要也死头。是一个杀人节，对上向再摆下一块反对布，乡下人啦，这块反对布当中打下一个结，再插一张飞菜的水，插下一只飞菜水，那么呢也斗志没分，面孔上向乡下人了死之分，弥漫得来何哟？那么我弥漫还是现在个种美笔，这辰光不给养绿的。山间是我先抬得来何有弥漫，人子我个人之人当中，第一滴的安的这样东西啊，这里共有些安的先看，那么我要插刀了多少年，你走廊下给那里倒一副球，追问兵倒一副球，那么这样的，说的追问兵男人不你做眼的。明人人光秋不讲现在呀，现在你叫人讲两位吵吵闹闹三叫不你种眼这样还到秋随时的搞有干秋，个人光不敢胖一出个，追问别男人，即使与你种眼啊，只懂一招。为什么那三人光来吵吵，请苏明先生来说明。苏明先生说：“哎呦，这个线路多窄多难啊！南山沟也铺香了，南山沟铺香，这么出一招。那么唯一这追问兵哪办法？不要紧，你想要见追美人呀！你上周为了骗娘的毛病，不是说背一周女啊？为了骗得娘亲病，几岁鱼嘛，真这背能这背，真这能这，要背一段时间。”要让这个一段时间里下嘛，各位董事夫人大约拿2粒米，都让想起来一年说，那等到一年说这之余嘛，暗睡到子，大家来吹一吹，并让你讲嘛，用股份的来开嘛了还，真正嘛毛好，拿着股份的来开嘛，一副球到上去追问比阴性沟通，哎呦，女人啥子干苦啊！关照我的儿子挪出，你想不来个挪出这副样的，真在爱人啊！你想要那引起的爱人啊，爱上一个光吃不子嘞，背后这个女啊，马上也在失望里，那么文兵也在失望里，哄骗自谁何为计？